客家树葵花是地方重要的产业文化。以往的花季大约对每年的2月中下旬到4月底。不过今年因为低温加落雨的关系，地区花期来延后，目前花开的状况大约只有2成。因此，市长黄伟哲甲区公所特别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的客家树葵花的文化节将延到3月19举行开幕。咱今年呢，因为气候的因素咧，咱2022年咱客家树葵花文化节，咱要延到3月19，就是后礼拜六要伫咱关华里咱这个树葵专区来开幕啦今年呢，树葵开了有较慢啦，但是除了往年咱有搭配着这个小麦啦、鼠尾草啦，今年咱嘛搁来增加着这个百日草、鲁冰花要有这个整个的园区咧，搁较有赞助啦。3月19开幕咧，除了有咱花园宫咱的软心八公现场要送金宝咧送钱宝啦嘛有咱这个写生比赛啦、音乐会啦、魔术表演，搁 DIY， 嘛有咱的农特产品的展示啦真丰富啦咱伫这个3月27日咱嘛有继续延续咱这个树葵花节啦有这个树葵花艺术 party 由咱在地咱的艺术团体来接力来表演来演出节目会当真热闹真精彩啦市长表示，因为客家的隔壁咸水区拄好有疫情，因此树葵花节的活动一切遵照防疫的标准办理。今年的客家树葵花文化节结合大约2公顷的小麦、粉萼鼠尾草、加百日草等花海的皮衬，加上创意花灯的装置艺术，伫花季期间，每礼拜六拢有精彩的表演，估计将吸引超过10万名游客前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